美国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伊斯在阿拉木图会见了被破坏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代表。美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发推文称，美国助理国务卿玛丽·罗伊斯于27日会见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代表，他们以前被拘留在东突厥散的拘留所中，其家人也被拘留或失踪。他感谢他们公开表示的英勇行为，这显示了中共滥用政策的真实面目，并帮助建立了制止其虐待行为的国际压力。安卡拉加齐大学讲师阿卜杜热希特·卡尔鲁克博士引述美国大使馆的推文，并呼吁土耳其当局帮助他与他的家人取得联系。他说，他已经有1300天没有收到东突厥散家人的消息。星期天，尼泊尔的穆斯林组织了一次示威活动，抗议东突厥散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暴行。据印度时报报道，抗议者对东突厥散数千座清真寺的拆除以及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待遇表示反对。博克拉的穆斯林也与国际社会一道，就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发表了意见。示威者表示，他们将继续提高对维吾尔族暴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对维吾尔族的日益严厉的暴行，包括文化同化和种族灭绝，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根据路透社周一报道，一份文件和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准备将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和中国海洋石油列入中共军工企业黑名单，限制美国投资。美国1999年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五角大楼必须编制一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或控制的中共军工企业名单，但美国国防部直到2020年才遵照执行。日前，海康威视、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等商业巨头已被加入这份名单中。路透社报道，白宫透过发布行政命令对黑名单上的企业进行制裁，从2021年11月起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黑名单公司的证券。这可能会对一些中国大型企业产生影响，比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华为以及海康士威等。周日，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表示，该国正在准备将中国告上世贸组织，主要原因是北京对欧产大麦征收的高额关税。随着双边关系日益紧张，北京加强对堪培拉施压。本周，中国商务部刚刚宣布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开征反倾销税，税率最高达212%。在欧洲贸易争端加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周日表示，堪培拉政府计划将中国告到世贸组织。北京近期对几类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实施了贸易制裁，包括葡萄酒、大麦和牛肉。堪培拉政府此前敦促中国撤销对欧洲大麦的惩罚性关税，遭到北京拒绝。伯明翰周日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的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就大麦的关税案在世贸组织提起申诉。欧政府内部已经就相关步骤进行磋商。欧中双边关系过去2年中持续恶化。此前，堪培拉政府决定禁止华为参与该国的 5G 网络建设。在政治领域，澳大利亚呼吁对武汉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以及就维吾尔问题、香港问题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等行动，都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11月29日星期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连线采访，表示自己没有改变主意。这场选举被造假，这是总统选举之后特朗普首次接受的采访。虽然已经允许美国总务署开始权力交接程序，但本周五特朗普曾经发推特称，只有拜登能够证明他那荒诞的8000万选票并非欺诈或非法得来，才可以入主白宫。星期天，特朗普在一场45分钟的福克斯新闻电视采访当中，更是不断重复称，这场大选存在着大规模舞弊现象，理应重新大选。
有关是否要让步，特朗普认为接下来6个月我都不会改变主意。这场选举充满了欺骗。如果共和党人允许拜登上任发生，你们到这个世纪结束，都将永远不会再拥有另外一个共和党人总统或者共和党人参议员院长了。